险。这么巧啊？那是真巧。谢必安，我都死这么多天了，你还跟着使团给我手头气呢？杀了他，让他再死一次！我冲！ 咱赌赢了，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，回吧。哎，回去告诉李承泽，在京都等着我。大人，不追了吗？已经离京都不远，无法再冲杀使团。我这儿，他就算真的活过来，大人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我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！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哎，那小严公子说你活不过来了，他跟那瞎说什么呢？我先把这灰给你砸了。后边那车队谁的？哎呦，北齐大公主。北齐大公主啊，哪儿来的？啊，一路这不就跟着使团吗？你们刚走不久就跟上来了。北齐小皇帝新下的旨意，要跟咱庆国联姻，这一路上跟着使团，天天催路程了。多亏小严公子据理力争，这才每天走得慢点儿。嘿嘿嘿嘿嘿。跟谁联姻？咱庆国大皇子啊。大皇子，大皇子不是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吗？怎么成亲呢？
钱？你俩处得不错。什么叫处得不错？你没看着铁链绑着呢吗？看见了，说明什么？他不是庆国人，怎能不防？那你杀了他不就完了？还天天守着？杀了他，对我并没好处，也没坏处，自欺欺人。你回使团做什么？这话问的，我假死结束了，该活过来了。你活不过来了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老王在呢。拿着，这干什么？拿着。有事儿求我呀？哎，自家兄弟啊，以后用不着啊。这是北齐的银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味儿不一样啊。哎，老高，给我这银子干什么用的？赔你的。赔什么？你小子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？没弄坏，有衣服钱。你当时不是走得急，有几件衣服留在使团了吗？你给丢了？不是丢了，那几件衣服也不值这么多银子呀。丢什么丢啊？在我手底下还能丢衣服？好，不是那没丢，你赔我什么呀？让人买走的。买走了？不就那几件破衣服，他能卖这么多银子？你是不知道，使团这一路每过城镇都是人潮蜂拥。拥什么拥？是收旧衣服啊？咱能把这收衣服的事情先忘了吗？人家都是来祭奠小范大人的。都说使团是小范大人最后一站，一个个往马车上扑着喊着说要收藏小范大人的遗物来寄托哀思。这死讯都传这么广了，我以为啊，只在京都里边瞎传呢。何止京都？你的死讯，庆国皆知，不合理，当然不合理。监察院做的宣发。什么是宣发啊？幕后推手传播消息。要做到这种程度，光是监察院还不够，得是陛下的意思。可是陛下明明知道我还活着，为什么要传播我的死讯呢？陛下目光自在天下，所以传播我的死讯是为了庆国，一切都是为了庆国。既然我死了，对庆国更好，不如你借势来个假死变真死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得活着回京都。李承泽的事儿，我要查到底。不是我不让你活，是你没法活。我明白。除非我的假死合情合理，忍辱负重，才不算欺君。最好顺便把这个文坛传承的事情也做实了。国王啊，前面来一人啊，是来接使团的吧？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？哎，这人看着眼熟啊！啊！哎，小范大人，哎呀，你可回来辛大人，要不车上歇会儿？哎，辛大人，哎，慢点儿。哎呀，多谢！哎呀，多谢！
范大人，此行真是大展国威啊！如今回京，必平步青云，可喜可贺呀！那这么说起来，陛下没怪罪我欺君之罪？啊，陛下没说，就让我等迎接使团归京啊。辛大人辛苦，那咱们现在进城。这个，使团一行万众瞩目，这个礼部早准备下一应礼仪，只不过什么？你说呀。只不过巧了，大皇子自军中归京，也是今儿到。那是真巧。本来能避开，无奈前日涨水，把东边的官道给冲垮了。大皇子又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这不就都怼在北门撞上了吗？那这伙人呢？不远，离此不足3里。所以呢？大皇子的骑兵亲卫，待会儿就到。所以到时候2队人马挤在城外，不太好看。正是。礼部专门让你过来，劝我让个路。人家毕竟是皇子。范大人劳苦功高啊！大人，您待会儿就在路边上，您稍微歇一会儿，等殿下一过，礼部鸿胪寺各位主官必亲自出城迎接使团进城。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办事的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怎么辛大人自己跑一趟？无妨，我对范大人也是日思夜想啊！您看，兴奋的我昨天晚上都一宿没睡觉。您看我现在见您多激动啊，激动的我眼泪都……辛大人收。辛大人晚些再哭。行，我待会儿再哭。那您这让路的事儿呢？这事儿简单呀。是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北齐大公主也在车队里，知道吧？那是知道。将来2国联姻，这位就是大皇子妃，也知道吧？知道。那让路的事儿，咱是不是得跟人请示一下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你想瞒着？瞒着好。好，都听见了。听见了。欺瞒皇子妃这事儿那是辛大人主张的。别呀！那还是请示一下吧。行啊，都听辛大人的。别都听我的呀！别，辛大人，我做不了主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说是换了行程，换了行程，就碰上我这边啊。虽说这公主车驾，便代表着大国威仪，但是外臣觉着吧，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，这种事情不必在乎，好商量。都听辛大人的。别都听我的呀！别，辛大人，我做不了主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说是换了行程，换了行程，就碰上我这边啊。虽说这公主车驾，便代表着大国威仪，但是外臣觉着吧，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，这种事情不必在乎，好商量。让还是不让，公主定吧。我身为大齐皇室，所言所行都代表大齐颜面。我可以委屈自己，但不能辱没大齐国威。不让，我也是尽力了。那大殿下怎么办呢？那不成，让他等等呗。不，那可是皇子，那可是皇子妃。辛大人，要不然让礼部先准备着。
行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臣惶恐。敢与皇子相当，胆量不小，却未免愚蠢了些。殿下，我也不想啊，这都是不得已。怎么个不得已？本宫身体柔弱，一路南下，有些水土不服。大殿下这样，是想让本宫等在城外，不许入城吗？回殿下，这就叫不得已。哎，啊！倒是有几分本事。殿下的家事儿，臣慌什么？如果我非要让你让路，那臣就只有一死，给殿下赔罪。是本宫想早日进城，与范大人无关。打扰你，不行。范闲，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你是吗？殿下有什么不敢？神手，殿下客气了，马惊了，咱们这边帮着管管，应该的。马死了，马死了！快！这老高，你这不至于吧？我没出刀，那这马的怎么死了？战马冲锋，不使点劲儿怎么拦啊？你，出征归来斩我战马。范大人果然厉害，本王领军在外征战多年，没想到朝廷是这样接我们回家的。这是个意外。看在你是婉儿未来的夫婿，我不深究。把这人给我，陪马便是。哎，老高，范闲，你想清楚了。大人不知道。闭嘴！他的事儿我担着。是本宫发的话，不必为难范大人。太子殿下到！
范闲参见太子殿下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大哥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我大哥，怎么能你拜我呢？常年在外征战，都瘦了。瘦不要紧，在外奔走心情愉悦。要不是圣旨，我还不想回来呢。你得回来啊！日头坐地里的，多想你嘛。哥，抱抱。都到家门口了，为何不进去？不是我不想进去，实在是被人拦着了。啊？谁敢拦你啊？不又是你呀？拦我大哥是重罪，你知道吗？臣哪有那么大胆子呀？这不是北齐大公主殿下也在撤退，说着一路远行，水土不服，想早点进城休息，是吧，公主？确实是本宫的意思。公主稍安勿躁啊，车内安坐即可。战死军马，本宫陪夫就是。可不便宜啊！我身为大齐皇室，这份担当总该有。那你比我有钱，我是赔不起。我也是母后给的。多少银两，告知我便是。好，回头我单独找你。大哥，公主是你未来的王妃，我未来的嫂嫂。可是人家范闲夹在中间，确实有点难办。当然啊，如果你想出这口气的话，做弟弟的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殿下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计较什么呢？对呀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大哥多年未回，应该是第一次见吧？我呢，正式给大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大庆国的青年才俊范闲。臣参见大殿下。我知道他，婉儿的夫婿吗？哎，对，现在还在给院长帮忙。监察院提司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大哥，那婉儿不就宛如咱俩的亲妹妹吗？那看在婉儿的份上，咱们放你未来的妹夫一马。殿下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拦路生气吗？那大哥是为何呀？成婚可是大事，可如今呢？父皇说，只要娶了婉儿，就能够接手内库的财权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他要娶的到底是婉儿本人，还是那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？自然是为了人，谁都会这么说。陛下开的口，非要搭上内库，我倒是不想要，总不能抗旨啊。父皇这旨意，确实糊涂了些。二位虽然未曾谋面，但是以我对二位脾气秉性的了解啊，二位啊一定可以成为挚友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这二哥和三弟还在里头候着大哥呢。依我看，要不咱们里边说？那敢问殿下，这进城怎么分先后啊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那可不是吗？还是太子做主吧。二哥，大哥不是要和使团起冲突吗？咱不去劝劝？咱们是来接人的，不是来劝架的。那太子殿下怎么过去了？太子跟我们不一样。那太子会帮谁啊？他呀，谁都帮，又谁都不帮。那太子可太不容易了。活着都不容易。
同时进场，获得一手好戏。大哥，这么久不见，长这么高了。将来要跟大哥一般高，也领兵打仗去。有这心就行。久未谋面，你瘦了。我刚才看见他，也是这么说的。让大哥好好看看。结实了很多啊。早知道你跟大哥一起回来，我应该给你准备些礼物。殿下客气，您在路上准备的厚礼，我已经收下了。真的？我都忘了。笑！不过你放心，还有更好的礼物等着你。那就期待。哎，要说还是咱二哥面面俱到。太子殿下功高盖世，力挽狂澜。二哥取消我，这不夸你了吗？过奖了，二哥。是你。这位就是三殿下。不是做梦，他是真的。躲什么呀？他们打晕了我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我还以为是做梦呢，这是真的。你对皇子出手？请问殿下，我在哪儿把你打晕的？就在报什么？您接着说，这儿没人能拦得住您。放心说，大哥在。抱歉啊，我记错了。记错了。啊，确实是有噩梦。那这么说，咱们没见过？没有，头一回见。吓臣一跳。真记错？真的，我常年在宫墙之内，哪有机会见范大？你们俩，我多问一句。不是说了，梦里见的。行，那臣就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久未谋面，不再多聊聊。归心似箭呐。出门这么久，确实想家想哪儿了。倒是难为你了。陛下口谕，宣范闲同诸皇子入宫觐见。这么着急见你？可能是因为刚起了军吧。大哥慢慢习惯，这就是我们的小范大人。刚才那个叫什么？范闲，不是跟殿下在一起的吗？陛下召见，马上要开宴了，父皇单独见他，怕是要重罚。为什么？范闲出使归来，中途假死，闹出这么大事端，总要有个结果。听说是四顾见威胁，无奈装死。遇险是遇险，欺君是欺君，两码事。二哥这话严重了，毕竟对方是大宗师，情有可原。哦，
太子的意思是，只要情有可原，人人皆可欺君。我可没这意思啊。随口说说，别害怕。不要私下擅论朝政。陛下到。参见父皇。陛下。啊，都坐吧。李正如，你精神头挺好啊。多年未见，父皇身体可好？死不了。坐。好。谢陛下恩赐廷杖。坐下吧。臣范闲，谢陛下赐罪。妈呀！今天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顺便听听范闲的北齐之行有什么奇闻异事。范闲，回陛下，北齐一行顺利把严冰云接回京都。北齐那边呢？沈仲死于上山虎枪下，政局有些动荡。朕只关心神庙的情况。萧恩临死前透露，神庙真实存在，就在极北之地雪原之中。真的有神庙吗？萧恩说有。是否真的存在？要看见了才能知道。极北之地，终究隔着北齐，不太方便。世上没了北齐，不就方便了？陛下胸怀乾坤，北齐指日可待。范闲，还有什么呀？回陛下，还真有。说。沈仲临死前向臣交代，北齐锦衣卫常年与我庆国有走私往来，而我方行此事者就是长公主与二皇子。陛下御书房内，家宴已然开席了。范闲没走，回皇后，范大人留下了。外臣入席，我这个皇后倒没资格。家宴。都聊什么了？回皇后，范闲参二殿下和长公主，罪名是与北齐走私。当众说的？是，几位殿下都在。陛下如何回复？陛下息怒啊！以儿臣对二哥的了解，他不可能行此等事啊！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吧？陛下，臣领罪。臣与姑姑从没做过愧对庆国的事情。可小范大人如此人物，若没实证，怎会妄言？臣或许是做错了什么事，让小范大人有了误会。小范大人，范闲，你公然举证长公主和二皇子，可有人证物证？沈仲就是人证。人证呢？人虽然死了，但做过的事儿总能查得出来。人死了，没有任何凭证，你敢指责二皇子？你是什么人？
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哼！再说一遍。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父皇，这范闲确实可气，在城门外还拦了我的马，原来见了你也是一样。看来他天生就这脾气。您息怒啊！是啊，陛下，您息怒啊！陛下息怒啊！父皇息怒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陛下，儿臣今日其实有件喜事，想请陛下斟酌。喜事是什么喜事？范闲虽有错漏，但毕竟出使北齐有功，加上才华经世，由此可见，范府门风博学渊渊，范府之女范若若，才女之名闻名京都，贤淑雅静，实属难得。晋王世子李弘成为人温厚，尚未婚配，加之对范府之女又倾慕已久，儿臣以为范闲与婉儿已有婚约，不如喜上加喜，牵上加牵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段姻缘。说说婚事，并不着急。你倒是很会出奇兵啊！这门婚事朕准了。陛下。另外，范闲出使北齐有功，加封1等男爵。你这么喜欢喜庆，那么朕赐你一桩婚事。叶仲的女儿叶灵儿，与你非常般配，朕把她赐给你了。我与叶灵儿也并不熟悉。好了，你们接着吃吧。臣遵旨，遵旨。臣恳请陛下，为了天下万民，庆国律法，严查长公主李云瑞、二皇子李承泽。你查无实证，一片虚言，不查哪有实证？真是大清了你！此案冤魂无数，罪无可恕，望陛下严查。不是停当了吗？怎么好了？假打做戏，演给我们看的。为什么？欺君之罪，给个台阶儿。但陛下对范闲也太过恩宠了。别灰心，毕竟二哥和姑姑是皇亲。其实我早都习惯了。这么多年，陛下还是偏心他多一点。他让袁梦坐镇抱月楼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赐婚这一招，着实阴了些。你弟弟是抱月楼的东家，而现在管事的袁梦成了你妹夫的情人，这脏水算是给你们范家泼屎了。
这是硬要把我扯上车，扯在一块儿了。你可别认命啊！陛下有句话说的没错，要实证。殿下，史家镇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有回音吗？走私物资都要从该处囤积转运，只要能查出老二和史家镇有勾结，这件事的实证就坐实了80%。怎么了？史家镇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总不能一个活口都没有吧？我人赶到的时候，镇子已经被烧尽了，一个都没剩。二哥这一手太狠了，这村子烧了，走私的线也就断了。关键是可惜了那么多条人命啊！镇子没了，怎么还有个说法？意外失火，这就完了。一手遮天啊！你别冲动啊！如今时政没了，陛下又想着二哥，你能做的就只有平衡心态，多讨陛下欢心。剩下的，咱们伺机而动。还有啊，监察院提司的位子得想办法讨回来，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啊！皇后请殿下相见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不必多礼，没外人了。这整日里锻炼一太，我这身子都是僵的。母后，你说二哥天天赤脚在地上走，是不是特别舒服？确实不错呀。母后还是那么怕黑？一向如此。要不然，咱们换个太医瞧瞧。没用的。这世上唯有心病难医。那你也不能整日喝酒啊。怎么？你是来教训我的？那儿臣哪敢呀？儿臣的意思是说，这太亮了，熏了眼睛。你是太子，自当举止端正。毕竟那么多眼睛盯着你。儿臣也就只敢在母后面前这样。这即便是在东宫，也丝毫不敢懈怠啊。真的吗？日日如此，
如履薄冰。这都是你画的。怎么会在母后这儿？是不是？闲来无事，作画取乐罢了。这不画脸也是取乐？你要不要我再问清楚，这到底画的是谁？你是太子。儿臣知错，儿臣谨遵母后教诲。儿臣再不画了。